治療乳癌通常都係以現代西醫手法為主，希望盡快控制腫瘤細胞嘅生長同埋減少身體嘅耗損。而喺治療過程當中，會使到身體陰陽失衡、耗傷氣血，以及傷咗經絡同埋臟腑，引起唔同嘅副作用，例如疲倦體虛、水腫、脫髮、皮膚出現紅疹、潮熱出汗、手腳麻痹、失眠、口乾等等。中醫認為，透過調整人體嘅陰陽平衡，係可以幫助患者處理呢一啲不適，例如用益氣養血、滋補肝腎，去改善治療帶嚟嘅疲倦體虛；用補腎養陰、補血活血涼血等等嘅方法，亦都可以幫助生髮，改善脫髮嘅情況。因為手術又或者藥物治療而引起紅血球、血色素、白血球呢一啲減少，其實可以透過補氣生血去改善氣血不足嘅。類似嘅道理，其實都可以應用喺預防復發。中醫認為，腫瘤嘅發生係由於正虛邪亂，例如西醫治療嘅時候產生嘅副作用會令到身體變得虛弱，產生陰陽嘅失衡。所以中醫必須把握陰陽平衡呢一個關鍵，針對氣血陰陽、正邪之氣各方面嘅盛衰而作出調整，改善患者嘅體質，增強正氣，固本培元，使到身體唔再適合腫瘤細胞嘅生存，避免復發又或者轉移嘅發生。而另外，中醫亦都有話乳病從肝，女子以肝為本之說。肝有藏血同埋疏泄嘅功能，而乳房亦都係肝經經過嘅地方。如果情緒唔好，肝氣鬱結，就好容易形成氣血不暢、氣滯血瘀，而各種乳房嘅疾病就好容易隨之而發生。所以要有穩定嘅情緒，調節好肝氣，疏肝解鬱係好重要㗎。除咗舒緩身體嘅不適，調節好體質，中醫亦都講求調心，即係調節好心理狀態，擁有穩定嘅情緒，透過疏肝健脾、調補陰血、益氣寧神，去改善抑鬱悲觀嘅情緒，積極去面對同埋配合腫瘤嘅各種治療，係對於康復係非常之重要嘅。請支持香港乳癌基金會。